請記住，冇東西會無端端發生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比方，吸煙一定會影響呼吸系統，高脂食物一定會令壞膽固醇升高，甜品一定會令血糖上升，久而久之可引致糖尿病。之後，腳趾腐爛而要切去，眼睛嘅視網膜會病變而失明，腎臟衰竭而要洗血，心臟衰竭以及阿茲海默症，又叫老人痴呆症。笨方法係治療，聰明方法係防止。食咗澱粉質，一連串葡萄糖，後口水中嘅澱粉酶會將一串葡萄糖切成兩個嘅雙糖，身體唔能夠吸收雙糖。小腸嘅葡萄糖間酶會將雙糖切開成單糖葡萄糖 glucose， 呢個先至能夠被小腸吸收。所以如果能抑制澱粉酶同埋葡萄糖間酶，澱粉質、粥、粉、麵、飯食過後，身體血液中嘅葡萄糖便唔會飆升。呢一方面嘅健康食品，坊間叫洋蔥素 quercetin。若血液內有好多葡萄糖，佢會黏附喺血液中嘅各式各樣蛋白質上，形成一種叫晚期糖基化終產物 （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，AGE） 嘅物質，從而增加截肢、失明、腎衰竭、心衰竭同腦退化嘅風險。即係話 AGE 正正係糖尿病最大嘅風險之一。在此，洋蔥素原來可以阻止 AGE 嘅形成。原來只要喺3餐飯前1分鐘服少量1瓶茶匙洋蔥素粉，要避免膠囊，便可以防止糖尿病。不過一定要戒口，特別係甜品，包括雪糕、